先唱歌，先站，很冷哦。对，我规定他们穿白色 T 恤。好，站一排这边，站我的前面就好了。这边有麦克风这边，还是那个少武，还有你们两个上来，快上。好，还是上来，全部上来好了，全部上来。不好意思，铁花村的设备没有那么多，买饮料，支持他们。一杯100块，还要扣掉成本，还要扣掉服务生，哇，剩多少？好，然后这几天才开始跟他们练习这样。我们先听听看他们的歌喉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他们都也不小了，也不是小朋友了，高中生了，高1、高2生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说我在打造那个原住民的 Super Junior 玩的歌，给我一点点时间。我们一起听他们唱歌，来带来这首歌《我们的约定》，掌声加尖叫！有次在卡瓜鲁马嘎里迪来让我萨努尼亚，米兹里杜古亚吉拉，伊朗啊乌苏尼努达巴里卡丁啊，伊苏米达巴，马卡拉登啊库基苏，阿嘎达瓦登库亚卡萨塞人努卡萨苏啊努米亚，那乌南库蒂人伊苏，达拉恩卡布当啊萨伊皮努卡纳古阿鲁米亚。自在的苦逼哒，那无能固定人一说，达拉恩高档啊，塞比努干那不阿鲁米亚，马拉自在都不给的。咿呀，咿呀，咿呀。